咱听到就是总统蔡文上新的讲法，针对这个议题，咱继续要来关心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下早来到中华体立法委员候选人洪宗实来辅选。针对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林静怡讲，统一是万国的讲法。陈菊嘛讲，无共的政治主张，若是用和平的方式，这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做回继续来听陈菊上新的讲法。第一个，我想民进党的中央，包括蔡英文的总统都有。我们的政治主张，只要用和平的方式，它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我想林静怡，他也临时他也认为他这样的发言跟一时之间不能够诠释民进党的主张，所以他主动就辞他的发言人这个职务。所以我想，台湾社会我们对言论自由的尊重这是我们当年那个时代很拼命，才有今天台湾的言论自由。我们会捍卫言论自由。会担心影响选举吗？在最后的4天？不会的，因为台湾人民经过那么多40-50年来，大家都是在风雨中然后我们经过戒严、解严。到今天，台湾的民主化，台湾人民都知道，民进党对言论自由这个部分的坚持。谢谢。